喂喂，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退休之後成日周圍去旅行、飲早茶、買樓收租，錢越使越多，而有啲人就成日喊窮，連出街食碗車仔麵都要計較，係咪佢哋有啲我哋唔知嘅退休秘訣？哈哈，今日我就嚟爆大料啦！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、保本、退休生活資訊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，袋袋平安。今條影片我分開幾個部分，首先簡單講三桶水策略係乜嘢，之後一步步教你點樣自己砌三桶水，仲有好多老友記都唔知嘅香港隱藏玩法，同埋發財哥獨家5大精局觀點，記得睇到最後，有更爆嘅2025最新組合秘訣。如果你想知最新退休硬料，想快過老友知點樣袋多幾百萬，記得即刻訂閱啦。好，講翻正題，三桶水策略，簡單講就好似你屋企有3個水桶，一個放凍水即刻飲，一個放暖水過2年飲，一個放生水慢慢煲湯，10年8載先食。呢個係美國理財大師 Harold Evans 發明嘅，專為退休人士設計，避免你一退休就遇股市大跌，逼住平賣股票，結果退休金縮水到喊都唔出聲。第一桶水，短期桶，1至3年生活費，全部放最安全嘅地方，現金、活期存款、貨幣基金、短期政府債，呢桶錢就係你嘅救命錢。就算股市跌到撲街，你都唔使驚，照樣有錢食飯飲茶。發財哥建議最少放夠3年，因為香港人退休頭幾年最易亂使錢，去旅行、買樓、幫仔女，3年緩衝先穩陣。第二桶水，中期桶，4至10年生活費，主要放固定收息嘅嘢，投資級債券、REITs 高息股派息基金。香港年金計劃一部分，呢桶錢要穩穩地收息，每年自動有錢流入你戶口，好似有條水管咁，慢慢補充第一桶。香港而家好多債券 FF 息率有4、6厘，仲有政府債穩過定存。第三桶水，長期桶，11年以上嘅錢，呢桶先係真正發財嘅地方，放全球股票 ETF、美股、科技股、新興市場，甚至少少比特米 F， 唔好太多。呢桶錢唔使你短期跌漲，時間越長越勁。歷史上全球股市年化回報7、10厘，遠遠贏通脹。第三桶賺到錢就慢慢倒翻去第二桶。第一桶滾雪球咁越滾越大，點樣運作呢？每年年尾你將第二桶嘅收息同本金補充翻第一桶，第一桶用晒嘅話，就從第二桶提少少出嚟，第三桶升到靚就賣少少，補第二桶，咁樣就算遇2022年咁大跌市，你都唔使賣股票，因為第一桶夠你頂3年，第二桶又穩穩地收息，等市場回暖，第三桶已經翻身，退休金反而越跌越多。講個真實例子。我個老友記龍仔65歲退休，有800萬退休金。佢聽發財哥話用3桶法，第一桶放20零萬，夠佢使3年，每月使5萬，全放貨幣基金同短期債，息率3.5厘。第二桶放3萬，買咗債 HEF、REIT 同香港年金，10零萬買年金，每月有500蚊保證入袋。第三桶3萬。全買 Vira 全球股票 F 同少少美股，結果2022年股市大跌，佢第三桶跌咗30%，但佢完全唔驚，因為第一桶夠頂，第二桶照派息，等到2023-2024年反彈，第三桶已經賺翻晒，仲多咗1萬，而家佢每月收息加年金有3萬幾，退休10年都唔使擔心錢使晒。再講個梅姐70歲獨居有600萬，佢怕怕地第一桶放180萬，3年生活費，
第二桶150萬買咗好多高息股如匯豐、中電、領展，仲有債券基金。第三桶170萬買環球 ETF。梅姐話：以前我成日驚錢唔夠，而家見到第二桶每月派息入戶口，好似有份穩定長糧咁。第三桶又慢慢升，退休先至真正開心。強哥就更進取，68歲1000萬退休金。第一桶250萬，第二桶350萬，買咗好多 REITs 同香港年金200萬買，每月1萬幾蚊保證。第三桶4萬買咗美股7指 MF 同少少納斯達克。強哥話2025年而家美股又升，佢第三桶已經多咗了100萬，夠佢再買多層樓收租。香港2025年最新情況，定存息雖然跌咗，但仍有3、4厘短期定存，貨幣基金有4厘以上。香港年金計劃65歲100萬買，每月5800保證，終身有，仲有安老按揭。如果你有樓，月供逆按揭，每月有錢出，唔使賣樓，通脹預計3%。如果你全部錢放定存，實質購買力每年蝕2%。20年後100萬變700萬實質價值，所以3桶水絕對係救命。好，詳細教你點樣香港人砌3桶。第一桶開個高息活期戶口，如 Share Bank Mox 有3、4厘放1年生活費，第二年放短期定存或美國國債 F。Toad 或 Scottsoft 類似香港版，安全又高息，最少3年。發財哥建議保守啲放4年，夠你頂大市跌。第二桶呢度係重點，香港好多選擇，買債券 ETF 如2800 HK 3110 HK 債券率4 6%。REITs 如領展、冠軍每年派息5 7%，高息股 ETH 3110 HK 高股息，或者直接買香港年金100萬起跳，每月有錢，保證20年甚至終身。如果你有樓，考慮安老按揭一石二鳥。第三，簡單買一檔 Aurora 全球股市 ETF 或者 Vanguard VT， 一檔包晒美國、歐洲、亞洲，或者分開買 SP 美股 GAXYX， 費用超低0.08%， 長期鏈化8%，唔想太麻煩就用強積金自願供款買全球股票基金，仲有稅務扣減，現金流點樣自動入戶口，勞保年金、強積金分期攞，舊制退休金每月出，第二桶派息自動轉入第一桶戶口，第三桶每年買4%，5%獲利，保第二桶，咁樣你每月戶口都有錢入，好似仲有份工咁。發財哥獨家5大征服觀點，聽完你會即刻想開戶。第一大觀點，香港人最錯就係全部錢放定存，或者一筆過買年金，定存實質負利率，年金雖然穩，但回報只有6%，遠遠唔夠抗通脹，3桶水先係王道。一半錢繼續投資，長期袋多200-300萬。第二大觀點，第一桶唔好只放1-2年，香港人退休頭5年最亂使錢，放至少3-4年先夠安心，好似戴頭盔咁多層保護。第三大觀點，第二桶一定要加香港年金或者安老按揭，呢啲係政府保證，穩過銀行。65歲100萬買年金，每月5800終身，軟性定存。好多老友記唔知，錯過咗第四大觀點。第三桶唔好自己揀股，買 FIF 最穩，一檔 Vera 包晒全世界，費用低，唔使成日睇市，瞓覺都賺錢。第五大觀點，每年自動再平衡，年尾睇下三桶比例，第三桶賺多咗就賣少少補第一、二桶，咁樣永遠有現金流，又唔使驚大跌，呢個係真正無痛退休嘅秘訣。最後爆料，2025年香港年金計劃仲有優惠，新一批銀色債券息率可能高過5厘，直接放第二桶。
加上強積金可以自願供款扣稅，退休前最後衝刺，北上退休嘅朋友，三桶水一樣適用，人民幣債圈息更高。總之，三桶水策略簡單、穩陣、夠力，讓你退休真正無痛，錢越使越多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記得 like、share 俾老友記睇，訂閱發財哥。下次想睇更早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拜拜。